Audio Research， 我哋簡稱 ARC 嘅 LS28SC 嘅前級，同埋 VT80SC 嘅後級。LS28SC 係 ARC 前級系列當中咧最容易入手嘅一部啊。雖然係咁，不過一啲都唔馬虎啊，好似見到佢裏邊咧金色呢4粒就係廠方自家特製嘅交連電容啦，仲有內部嘅信號接線咧，呢啲都係同廠嘅高級 Reference 系列用嘅零件啊。咁而家咧直接用到喺呢個 LS28SC 上面啊，而且咧全部都係傳送信號嘅重要位置啊。據廠方講咧，成本確實多咗，不過聲音提升咧係好明顯噶。咁呢個咧亦都係 LS28物有所值嘅原因啊。VT80SC 立體聲後級用咗全平衡設計，總共用咗2對 KT150嘅輸出膽，提供75瓦乘2嘅輸出，另外可以換其他輸出膽，例如呢個650、KT88 或者 KT120， 用咗廠方專利嘅線路，可以自動調偏壓，所以就算換咗膽咧，都唔使重新調呢個偏壓啦，非常簡單方便啊。咁每支輸出膽咧都有保險絲保護，所以就算咧有恐膽症嘅朋友都唔使驚啊。今次試聽配合 Magical S3 2023坐地喇叭，我發覺非常夾聲啊！以呢個 VT80SC 75瓦乘2嘅輸出咧，推佢都可以話游刃有餘啊！同埋 LS28SC 同呢個 VT80SC 可以話原廠最佳嘅配搭啊！加上呢套機咧已經煲熟咗啊，所以今次一駁着開聲咧已經好靚聲啊！而今次試聽呢套機咧最大驚喜係透明中咧帶有啲暖意啊！因為 ARC 嘅膽機咧一向都唔係好膽聲噶，而今次試聽呢套組合咧，竟然保持呢個高解像度之餘咧，都多咗幾分豐潤感覺，微微增添幾分厚暖度啊！好多謝 Hi-Fi 發燒圈班嘅202510大喜愛發燒器材俾我哋嘅，咁我哋Audio Research 咧都做咗好多年噶啦，咁依家咧我哋而家有上次呢個 LS28SC 咧同 VT80SC 咧都係膽前膽後啦，咁而家有啲石前石後嘅機，亦都可以上嚟公司度聽嘢喎。